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的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将一切掌声荣耀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让我们以新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拣选我们，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一起来拍手。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
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和与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增。救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和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求主，差遣我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和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再宣告一次，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再宣告一次，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神来到我们当中，充满我们，带领、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不是单单的就只有使用我们，他使他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他使他的灵与我们同在。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神啊，你降临在这里，
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填满在全地，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天宇。主啊，我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眼中与你相遇。主啊，我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主啊，你的荣耀、你的国度都在这。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再一次来宣告，主啊，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在这里。主啊，我们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再一次向神来呼喊。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主，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主，我们宣告你也在这里，因为2、3个人奉主的名一同聚集，你就应许在我们当中。无论现在我们在哪里聚集，在家里，
在任何的地方，你都与我们同在。特别在这瘟疫患难、人心恐慌的时代，你就在这里，你就在我们的心里。你的平安也要随着你的同在，赏赐给敬畏你的人。谢谢主，让我们透过敬拜来亲近你，透过敬拜明白你的心意，透过敬拜邀请你与我们同在。主，求你的灵现在就开启我们心，让我们享受你同在所带来的恩典的祝福。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欢迎，如果我们当中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家里，在小组，如果有新的朋友，现在你就可以欢迎他哦。对愿上帝来赐福我们。好，那我们要来看周报的消息。由于这2周是疫情的高峰期，那我们在3月22上个礼拜，还有这一周3月29，我们都是暂停主日实体的聚会。那我们10点半透过小组或者是在家庭，我们同步来观看，我们在线上空中一同敬拜。奉献仅收不具名之主日奉献。我们下一点，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们4月5号起的主日礼拜，我们恢复实体的主日礼拜。但是我们因应政府所发的公文，一个空间不能超过100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分散在2、3楼还有4楼一起来聚会。所以当我们在控管超过100人之后麻烦我们弟兄姐妹就到其他的楼层一起来观看，一起来敬拜。那我们5月3号我们会举行圣礼典，如果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在4月19号前向牧师还有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也欢迎张文志弟兄的成人会籍已经转入本会恭喜他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愿上帝来赐福。那我们崇拜部圣乐族第1期的周末诗琴班我们从4月4号就是这礼拜6开始，到6月28号共有10堂课，费用是每人4000元教会会补助一半。报名请假田处理长老。我们原定在3月29号的清明追思礼拜，我们延至4月5号。现在还没有登记要追思的这些的名单到公布栏去登记。那我们收件到3月29号止，已填过追思卡的就不用再填。那我们属灵家长也顺延2周，从4月5号开始我们1点到4点会在701教室来举行训练。补课或是复习者请自己来带课本。我们图书馆的消息，因为3月22、29图书馆暂停2周配合礼拜分流，所以4月份起我们礼拜当中暂停开放借书。借书的时间是改为12点到1点请弟兄姐妹注意。那我们生日助学金也延后收件至4月5号。那4月5号召开生日助学金委员会，成绩单及相关申请文件，请我们交给尔少卿干事、语文干事。我们的互助社也于3月22号下午已经进行搬迁，新的地址在中华路10号9楼之5。
已从3月23号礼拜一起，新社管已经正式来服务我们的社员。4月起，因为配合防范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周6礼拜聚会地点会改至2楼的礼拜堂。我们在下午的5点45分前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会前的祷告。好，其他的请我们就自己来观看。那我们一起来读金句，读2遍一次是华语，一次是台语。我们先从华语来，一起来。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使徒行传10章34到35节来台语来。彼得开嘴讲：“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取人，独独伫逐邦国，既有敬畏伊来行义的人，互伊欢喜接纳。”使徒行传10章34到35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咱准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不用勉强。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归给至圣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谢谢耶稣，因为你已经将一切美好的事物来赐给凡敬畏你的人，因为凡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现在我们献上你所赐的金钱，还有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爱心，摆在你面前，愿主你来悦纳。也透过这些金钱奉献，成为圣工的用途，求你自己来使用，求你自己来圣化。垂天门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第10章34到43节。我们可以翻开在《使徒行传》第10章
34到43节。好，弟兄姐妹，如果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一起来宣告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3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蒙赦罪。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真理，也叫我们可以得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是将启示奥秘的真理赐给我们的主，也让我们能够透过你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叫我们得你所从天上来的智慧、能力跟权柄，也让我们拥有美好的未来。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因为我们是在线上收看，所以我们会以华语为主，当中也会参插一些的台语，希望我们能够在这疫情流行的当中，我们彼此来体谅。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是遇见美好的将来，会当拄到美好的将来。我们看这个图片不知道你看远远的看这个图片是什么东西啊？可不可以猜看？线上的这一些弟兄姐妹也可以看哦。如果远远看，你们觉得像什么？鸟哦。什么鸟？蓝雀哦，还有没有？呀，远看好像是鸟哦，那近看呢？可不可以近看？可不可以近一点？如果在手机播放其实你们知道这2个东西是什么吗？是蓝白拖因为是2只蓝白拖这个台湾有名的就挂在上面，这边远远看真的好像是是好像蓝雀这样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仔细看，是不是蓝白拖？对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景象或者一个物品从不同的距离或是观点来看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先来看这段的影片在当中我们会稍微停一下，来。好，
哎，我想请问一下，你觉得哪一个会赢啊？啊，站着那个高大的会赢的举手来。哎呀，有。那站着那个人家一伸手就把他抵住了那个哦，会赢的举手。哎，好，有不同的见解，对不对？无同的看法嘛。你感觉讲可能无同的结果哦，不同的结果。来，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你看哦，有时候我们会好像这个伸手就把它挡住了，根本就不可能那个比较矮小不可能赢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哦，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可能会你觉得好像有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哦。那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发展，其实各国的财经专家纷纷在预测都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预测，两个不同的论点，一个是可能为将来世界末日在做准备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个是可能迎接未来那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将来其实观点就是我们看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或者是不同的心态。那关键在其实上帝的心意跟世人的观点那个观是观看的观，或者是关系观，就比较封闭一点的好，那我们看到其实在201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一个被称为公关教母世纪奥美公关公司的创办人，他叫丁玲娟。他在参加这一场一个会议的时候，他遇到2个亚洲同行的业主，这个老板，其中就有一个他忧心忡忡他说对未来可能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他可能未来会缩减他的团队来减少这样的一个支出因为他就预期说未来我们看现在就是说航空业各个业界都是非常的忧心，而且是面临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支出还有就是怎样收入减少，所以有一个老板就说：“哎呀。”我决定要缩减团队，那减少这样的支出。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他有不同的这样的观点。他说：“我趁这个机会来扩展我的实力那重整我的团队，因为平常要找一些好的人才不容易，那这时候会有很多的机会所以他会投资这些的软硬体能够帮助他未来在恢复的时候，那个时机恢复的时候，他能够怎样抓住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抢占这样的一个市场结果你看同样的这样一个困境但是一个是他看见是困难，他预期是世界末日，但是另外一个却有期待。能够预见美好的将来，那当然在不同的样的一个观点上面我们看到怎样，一个是他自己看见，一个是他看到一个关键的未来那我们看到这2个人，一个是怎样，后来他的公司越来越缩减，结果被在竞争上面被剔除所以后来他的公司就关闭了。那另外这个人呢因为他有预先的准备，而且能够训练平常这样养兵最后他成为一线的这样的一个代理商他因为预备好了，他能够在适当的时机
能够抢攻这样的市场，提升它各方面软硬体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悲观的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困难，是困境，所以他可能会退守啊。但是我们看到你有看到机会的人，他会预测到有这样的美好的这样的未来。但是当然，我们不是不顾这样的一个风险哦，只看机会，而是在困境当中，神依然会帮助我们看见一条出路哦。那困境是事实，是发生，但是机会是变动的。我们随时可以因为这样抓住机会，有预见有一个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所以呢你可以去尝试，而不是要常常在那边抱怨说：“哎呀，你看这样未来会怎样？然后可能会失业等等。”你可以抓住这样的关键机会哦。其实我在3月28号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新闻看到有3大饭店的集团连锁业者包括云朗、老爷，还有就是凯撒，这3大集团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他们的董事长，他们就一起聚集，然后提出3不，就是不裁员、不减薪，然后不放无薪假，他们就合资大概1亿元他们能够提供给员工有一个住宿的住宿券，可以在他们3大连锁饭店旗下的大概30多间的饭店能够消费，就是提供给员工嘛大概一个人1万块1万块他们可以去消费。你看，如果他们到旗下的包括有他们相关的这个旗下的公司有水泥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业界那他们给员工有这样的福利，然后员工去住去消费，他们预估他们撒1亿嘞，但是会带来5亿的这样的一个商机刺激让国内的经济的活络。我们看到什么？自助互助就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有没有看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人只看到困难，说我们看到很多业界他们要退出那样的一个市场，但是我看到这3家的连锁集团的业者他们却有不同样的看见，他们可以预见未来，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哇，我觉得这是提醒我们，在这困境当中，你看到的是困难，还是看到的是未来美好的机会、美好的将来？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困难或是机会，是世界末日，或者是拥有美好的将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如何从信仰来看、来认识上帝他看待世人的心意。我们以为这是末世，是世界末日吗？或者是上帝要借着这一次疫情的机会来翻转你我的人生，翻转世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世人如何拥有美好的将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要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先从世人的信仰观点来看。第二个，从旧约时代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知道在经文里面有面对一些的困境然后我们看到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中心，还有呢过去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只看到自己，然后彼此有这样一个论断，然后彼此来推卸责任，还记得吗？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是与主同行，要窃取神的荣耀窃取神的荣耀。好，那我们透过圣经里面，彼得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上下文，我们看到他在祷告领受的一个意象。其实我们知道，
彼得他原来是一个受割礼的这样的使徒，那他的工作就好像专门去对这些受割礼的人来做的哦，他是专门来为他们来服侍传福音。我们透过五旬节那一天他讲到，然后领受圣灵的同在，有3000人蒙恩，然后得救，教会就从那一天被建立起来。但是那3000人大多是犹太人其中有少数不是犹太人，但他们是入了犹太教的人。他们受过这样的割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加拉太第2章的第8节第2章的第8节，他有告诉说彼得乃是受割礼的使徒，他传福音的对象主要是什么犹太人因为福音必须要先向犹太人来传。但是其实当时候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不单是犹太人他们所共有的，连当时候这些使徒们他们也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其实上帝的恩典只临到犹太人，外邦人是在上帝恩典之约的外面，所以上帝对外邦人是毫无兴趣的。这是传统他们的犹太人的观点但是他们忘记了主耶稣在地上在传福音的时候虽然他是奉差遣到以色列迷羊的那边，但是他在世界上他有使很多外邦的族群领受他的恩典。但是我们看到当初这些犹太人，他们只有主观意识，自我为中心，连使徒也不明白他们受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传统的束缚并且他们还举例这样的一个律法来做这样的一个证据。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样一个犹太人只有犹太人来得救，是根深蒂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那他们以为说福音只传给犹太人神的恩典只临到犹太人，教会乃是犹太人所组成。彼得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成见好，那我们大概来看看彼得他这样的一个小档案那彼得他在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他是一个渔夫，他在约帕那边有祷告大概接近中午那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领受意象，他是耶稣的门徒。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他在祷告当中领受了这些的意象，刚开始他不明白，但是上帝就透过哥尼流，他也在祷告，他在祷告当中蒙上帝来纪念。我们也来看看，他是一个罗马人他属于外邦的族群，他住在该撒利亚，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他管辖了100人，所以他成为百夫长。那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其中我们看到说，他敬畏神，他周济穷人。好，我们来看看两个人不同样的这样背景，一个是犹太，一个是在外邦之前我们谈到有犹太的信徒跟外邦的信徒这样好，第二个一个是在约帕这个在牧师曾经在2000几年去过这个约帕地方，今天叫做海法港它也是一个城市的港口。那凯撒利亚也是一个港口那一个是渔夫，一个是军官，一个是耶稣的门徒，一个是敬畏上帝的人。好，那我们看这里，我们看到哥尼流，他大概犹太人他有3项的善行三项的善行。第一个就是周济穷人，就是施舍。第二个是祷告，
第三个是禁食。那在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哥尼流他是什么？周济穷人，就是他可以施舍，他行善嘛。那第二个呢，他有没有祷告？有没有？有哦，他很虔诚的这样祷告。所以在犹太人3项基本的善行里面，其实他已经具备了什么？几项？2项哦。那其他一个就是禁食啊，禁食祷告。那此处显示他已经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行善跟敬虔的这样的能力。那在罗马书的第2章有第2章的第7节说，如果有人行善，他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之福的，神就以永生报答他。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人寻求他，神就垂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在祷告当中，忽然有天使来向他显现，就是哥尼流向他显现。神的使者向哥尼流显现完之后说：“你要去约帕城里找削皮匠的西门家里去找一个叫彼得西门的，同名的西门。那他要把上帝的救恩告诉你他听了这话，他就告诉他的仆人、他的兵丁，然后就找人去约帕来找彼得。其实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很奇妙，透过同时2个人在祷告，但是有同样的一个感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还是有一些的挣扎，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时候到了，圣灵要帮助，让我们看见神要做一个新事。所以初代教会在第2章就是记载五旬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但是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第10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第2章是告诉我们说，初代教会因为五旬节的关系，所以教会被建立起来但是当时候大部分都是这些犹太人。但是第10章我们看到，在哥尼流家里，福音就传到了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也同样领受一个圣灵，他们同样在哥尼流家里能够受洗，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神就拣选了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所以那时候教会就成为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可以一起在上帝的殿里能够一起来敬拜。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要做这个事情不容易除非上帝本身自己来做，因为彼得他根深蒂固，受到传统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束缚。但是我们看到一连祷告3次的过程当中，上帝向他显现这样的意象，所以告诉他什么这个是我所洁净的，然后呢你可以拿起来吃。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说不可以不可以那个是不洁的那不可以吃。但是我们又看到上帝就再一次的告诉他说，你就拿起来吃拿起来吃。他还是说不可以不可以，一连几次，3次，上帝就把那个意象把它收回去。其实上帝早就在预备彼得的心，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他住在谁的家？在约帕谁的家？刚才讲削皮匠，对不对？西门。什么叫削皮匠？其实就是制作皮革的懂吗？跟你的旁边说，那制作皮革的人好，那我们来想说，制造皮革，那他会接触到什么？动物的尸体，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职业被犹太人看为也是稍微不洁，也是比较低下阶层然后那我们看到，
奇怪呢，那彼得为什么会在他家中住宿呢？可以看出，其实他愿意摆脱一些这样的一个信仰传统，有向外邦人传福音做准备，但是内在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的抗拒，直到上帝亲自在异象当中对他来怎样提醒跟感动。好，那我们看到新约有这样的一个突破新约时代的突破。哥尼流他在他的祷告当中，你看他说下午3点钟我在家里祷告，然后忽然有一个穿了明亮的衣服站在我前面，然后哥尼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你的施舍已经在神的面前蒙纪念，所以呢，你当派人去约帕然后请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来，那他在海边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做客，所以我就立刻派人到你那里去。这个是我们看到哥尼流跟彼得在对话，当他来到了该撒利亚的时候所以他说你来得真好，现在我们都在这里，在神的面前聆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好，其实我们看到，当上帝对你说你当派人到约帕去，弟兄姐妹，你对这位上帝有信心吗？哥尼流其实我们看到什么？他领受，他敬虔，但是他愿意顺服。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就是对上帝恩典慈爱的一个认识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多这一些的例子要提醒我们，在现代也是一样那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在约翰加尔文其实他提到，在基督教要义里面提到就是什么？信心就是对上帝慈爱确实的认识这是约翰加尔文他对信心的诠释。那他感觉说圣灵的感动，然后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记印证那在马太福音15章28节也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迦南的妇人迦南妇人，我们看到她的女儿生病了那她来求耶稣，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被耶稣说不好拿主人的东西给狗吃吧。那时候如果你被称为狗，那你会觉得怎样？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位妇人，她为了什么？为了女儿的疾病，虽然被说狗这样的鄙视的言辞，但是她还是继续用信心来祈求最终其实耶稣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看见她的信心，就告诉她说：妇人，你的信心好大，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其实耶稣不是真正要讲这个妇人是狗而是当时候这些的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论断，这样的一个对外邦人的这样一个评论耶稣借着这个机会，也是考验这妇人的信心，而且要调整这些犹太人的观点那希伯来书的这样的一个作者也提醒我们说，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够肯定那信心其实是我们生活信仰的一大考验那没有天生的信心，只有怎样不断培养的信心。那英国浸信会的牧师施布真，他是著名的布道家。那他曾经说，我们应当借祷告来学习祷告。再听一遍我们应当借祷告来学习祷告，借继续祷告来使
祷告继续。又说，我心里不愿祷告的时候，正是我急需要跪下祷告的时候。这是过去我们可能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有一些的困境，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突破？那对于我们现代这个时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认识，或者是对这信仰的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或者是有一些的迷失那第一个，其实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很好啊，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很好啊，我现在很顺利啊，其实我不需要上帝啊。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比较自卑说我太坏了我真的不配上帝一定不会要我那第三个说，我不想麻烦上帝那信上帝可能很不自由。你看礼拜天人家可以去玩，我们都还要来教会做礼拜那万一我信错了呢我信了，结果我不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未来呢？他说很多这一些的迷失。那第二个不传福音的一些的迷失第一个我们来看，就上帝要拯救谁就拯救谁嘛，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在神学上的预定论，他都早就预定好了，那不用我们传嘛，反正上帝他自己会拯救嘛。那有人说我一定要很懂得圣经，我才能够去传福音那第三个呢我们可能不愿意为福音，传福音还要付上代价，有时候还要怎样？我参会还要出钱来请他们来可能就不愿意付上代价。那有一些人也说，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怎么说问听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来上属灵家长的课程好吗？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怕挫败，怕被拒绝所以不敢传福音。那有一些人就认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拙口笨舌这样那也有人觉得说，这福音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等等那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美国人，他徒步来旅行，这个名字叫展青斯，他写了一本书Walk Across America， 就是横贯美国那他在走完全程的时候，他接受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访问有人问他说，途中有没有想放弃过最困难的是哪里他回答说，我跑过那么多地方可能积雪的山脉，或者是酷热的这一些的沙漠但是最困难是什么？不是这一些，而是掉进鞋子里面的那一些的沙粒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在行走这样恩典的道路的时候，可能任何这些的大山阻挡，或者是一些的困难，我们靠主都可以胜过。但是最大的拦阻，其实是我们生命中的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在提醒我们，在这样的信仰的迷失当中，我们真的是要仰望那使我们创始成终的这样的耶稣。那面对这一些的信仰的困境或者迷失，其实上帝依然在带领我们。上帝的慈爱永不改变，上帝的救赎永不改变。所以上帝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定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逐步的来彰显。那透过圣经我们来看完之后，我们才明白说，原来上帝他从历世历代，他有他一步一步这样的向世人彰显他救赎计划弥赛亚这样的真理所以从为什么世人需要救恩，
我们看过罗马书第3章那边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活不出人之所以能够活得尊贵啊，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那罪的代价使我们面对死亡，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上帝的恩典在一起，所以被隔绝了，所以人无法亲近上帝。上帝就怎样？为了重新让我们恢复了儿子的身份与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拟定了这样一个救赎的计划，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其实在创世纪的第3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因为有这个救赎计划，人不至于对于将来绝望是拥有盼望的。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他差遣弥赛亚，在2000多年前就进入到人的当中，能够见证上帝的爱，彰显上帝的爱。然后呢，这个救赎计划让人在黑暗当中能够看见未来，看见未来的盼望跟美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从家族到这样的一个从家族到民族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就自己看在加拉太书3章的5到8节上帝透过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算他为义。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好，马拉基书其实4章5到6节也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心意是能够彰显他的慈爱。所以我们一起来念来看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透过一家一家的这样的一个进行，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工作要彰显的地方就是家庭。那教会复兴、国家转化最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家庭。那透过家庭这样的一个儿子转向父亲，父亲转向儿女这样的一个心，那得着的家庭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得救的时候怎样耶稣告诉他说今天救恩就要临到这个家庭所以上帝是透过拯救家庭，然后来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上帝的宝贝上帝所看重的。所以上帝从一人拣选，然后一个家族的拣选，一直到整个民族。好，我们看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家庭，然后带领他出故乡乌尔，然后指定他要往他所指定的方向地方去。所以上帝也有应许说，万国必因他得福，万民要因他得福。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从民族到万族我们看彼得他就开口说，我现在真的了解神不偏待人，原来在各民族中那敬畏神行义的人都是怎样为神所悦纳。所以彼得在第10章34节说，上帝真的是不偏待，他很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他悦纳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在加利利，在全犹太地来传扬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上帝如何以圣灵和能力膏抹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走遍各乡各城，然后呢看见这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的，就怎样怜悯他们，帮助他们，医治他们，所以他们就得自由得释放。那意思就是说，上帝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得救的机会。有一个叫
伯路克的啊，他是美国麻省的圣公会主教，他在病重的时候啊，他谢绝一切这个访客来看他啊，但是当他听到有一个不知论者这个英格索他就向家人讲说：“好，我就接见他。”那英格索他觉得他非常的荣幸，他向他的朋友表达说：“哇，你看他可能一定看重这个主教，一定是看重我有财富、有地位啊。”那他特别就问这个伯路克主教说：“你平常都不接见其他人，那为什么你这一次会接见我呢？”那这个伯路克就对他讲说对于我其他这些的朋友那我知道将来我会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但是你呢，恐怕我跟你见面这个是最后的机会了。表示说什么他没有信耶稣嘛，他不能在另外一个将来的世界能够见面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哇！所以要趁着这个正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好，第三个我们看到是万族到万民。我们看到上帝透过各样的民族，但是他的心意就是要万人得救，是要万民得救。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彼得的信息，他说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之地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的见证人。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第3天，神使他复活，并且使他显现，不是显现给全民看。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复活显现给特定的人，因为显现一般人，他们没有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热情耶稣不显现给他们看。这边彼得说，他显现给谁？给预先拣选他们有热忱能够见证耶稣复活的人，包括这些的使徒。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一起经历过耶稣的这样一个死跟复活。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什么要向民众传道，要见证这位耶稣。所以所有信他人都借着他的名能够得赦罪这是彼得他在他的讲道当中，他不自以为是一个大使徒，他说他是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主的彰显有他的原则，就是刚才牧师所讲的，你如果有这样的热忱传福音，主会先预先然后显现给你看那凡信他的名，因他的名就必得蒙赦罪。不但犹太人能够因信主而得救，就是外邦人也能够因信主而得救。然后今天我们看到意大利的疫情也非常的严重那其中有一位耶稣医师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写着，今天死亡427人，其中瘟疫中心伦巴第地区死亡319人，创下了纪录。那这位医生他写说，在最黑暗的噩梦当中，我从来没有见过现在这样的一个情景。那经历在我们医院这儿已经发生了3周的事情了，这样的一个疫情，那噩梦继续在进行，而且越来越可怕。最初是死了几个人，过来是10几个，现在是数百个。他自己说，我们不再是医生了，我们好像是一个分类器。分什么？哎呀，你住进医院，你
回家去等死吧。他很无奈哦。然后他自己在他的回忆录写说什么？尽管在2周前哦，我和我同事啊是无神论者。那因为我们是医生，我们相信科学，科学告诉我们说要排除上帝的存在。所以过去我总是嘲笑我的父母去教堂做礼拜。9天前，有一位75岁的牧师，他进到医院，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有呼吸的疾病，他当时候带着圣经，他带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为临终的人读圣经。当这些临终的人听到圣经的时候，他们紧紧抓住这位牧师的手。当所有医生、护理人员疲惫、沮丧，他心理、身体疲惫的时候，我们有时间听牧师的分享。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作为人类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们做更多，但是每一天死的人更多。我们精疲力尽，我们已经有2位同事去世了。我们意识到人能做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需要上帝。当我们有几分钟空闲的时间，我们开始问自己问题，彼此交谈。我们无法相信，我们从无神论者已经成为拥有平安的信徒。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去照顾这一些病患、这一些病人。昨天，这位75岁的牧师他去世了。尽管我们这3周死了120多人，但是我们所有人最终都坚持下来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这位牧师跟我们分享，鼓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支持下来。牧师去见主了，我们很快也会跟随他的脚步。我已经6天没有回家吃，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了。我们只想竭力去帮助这些的病人，但是我很高兴能够在同胞的痛苦和死亡的包围下，能够重返上帝的怀抱。所以这个故事在跟我们讲说，原来他们是无神论者，但是因为面对这样苦难，因为这个75岁的牧师在苦难困境当中跟他们分享，可能上帝爱他们，上帝愿意他们得救，所以他们接受了耶稣，他们成为拥有平安的这样的一个信徒。在美国的宾州菲拉铁菲城有一所教堂，在主日学的教室悬挂了一个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照片，那旁边是和蔼可亲的这样康维勒牧师。这个故事在讲，有一天有一个主日恩典浸信会关心羊群的这个牧师，他发现有一位小女孩，她在一旁哭泣。她在那边哭什么？哎呀，教堂那么小，主日学教室已经没有座位了哦。那牧师就设法让她能够进去。在那一天晚上，这个小女孩在睡觉的时候，她就想起教堂没有地方可以收容这个孩子的事。2年后，这个小女孩她死在这个贫民区的租屋处，那她的父母就请来牧师来帮助主持这样的一个丧礼。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当牧师在移开小女孩的遗体，发现她的旁边有一个小钱包。打开这个小钱包，里面有57分钱，还有一张纸，纸上写的说，这是为了要帮助那小教堂来建造大一些，可以让更多小朋友可以上主日学。所以到了主日，这个牧师就把那女孩她留下的这个残破的小钱包带到讲台，然后他鼓励他的信徒跟他的同工们效法这个小女孩不自私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当地的媒体就报道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这个地产商，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知道他们需要有个土地。他就介绍他们，我这边有一块土地不过对他们来讲，那个价钱太高了买不起那个负债的小教会绝对无法负担。那这个地产商他就愿意减价，把当时在大概20世纪这样25万美元的这样一个价值的土地，他只收了57分钱。现在这个土地，它建筑了一个殿堂浸信会，就是可以容纳3300人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场所。还有呢，建造了什么一所殿堂大学，还有好撒玛利亚医院。弟兄姐妹，谁能想到一个小女孩的57分钱？她看见，她希望更多的什么？小朋友能够上主日学，能够上主日学，能够在那边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因为一个小小的心愿，我们就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一个伟大的意象成就了。一间漂亮的教堂被建造起来，可以容纳更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在这疫情严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我们的信心的眼光？就像刚才牧师所分享的，有人看到的是困难，有人看到的是机会，有人看到的可能是世界末日，但有人看到的是什么？是未来美好的未来，美好的将来。弟兄姐妹，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困难吗？看到失业吗？看到死亡吗？还是你可以看到永生，你可以看到平安，你可以看到机会。第二个，我要邀请大家愿意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哥尼流他在祷告当中，他领受了异象，他做了一个决定，听上帝的话，去约帕找了彼得来。上帝是给他们一个改变他们生命、他们命运的机会。哥尼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预备好了，他邀请他的亲属还有密友一起来听福音。结果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那一天，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圣灵，每一个人在圣灵的感动下接受了耶稣，受洗归入了耶稣的名。他们能够拥有美好的将来，他们在信心里面，他们可以遇见美好的盼望。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见神要让我们看见的未来，好吗？好。新的事必要发生，新的事必要成就。Amen 吗？阿门。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实现。
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时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从头来。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年新的爱，每天要实现。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能量。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要让我们在信心里面看见新的事必要成就，新的恩典必要降临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在这疫情严重、世人惶恐的世代，你让我们用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眼光来决定我们的未来。愿主来帮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你的平安，用信心来踏出美好的未来。愿主耶稣基督，你救赎的恩典，从创世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在进行的计划，成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亲人当中，透过我们成为你施恩赐福的管道。慈爱的天父，你依然爱我们，在我们惧怕不安的时候，你依然用你慈爱的双手来安慰、来扶持我们。主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抓住美好的机会，就是现在，让你的真理进入到我们灵里面，成为自由的人。让你的真理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圣灵帮助我们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让我们拥有美好的未来，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弟兄姐妹，请坐。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愿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
我们彼此来祝福啊，愿在未来啊，神的平安、神的同在，给你们每一个人，也透过你们成为上帝平安的一个管道啊！愿上帝赐福大家。Okay.